緣何賣舊聲啊？夫妻斷了情，唉鸳鸯已定，唉心煙已靜。我偷相使佢未通，真情令我驚。論理佢應該要把夫婿應復合了，偷暗中玩具輕輕輝玲公主。哎呀，施主你叫喚何人啊？我叫喚公主咯。哦，咁公主又係施主你何人呢？公主佢係我妻房啊。施主，你叫喚妻房，應該在房中叫，家中叫，何解會叫到嚟佛門清淨地嘅呢？